佮若咧困的时阵，若会寒，上要去看医生，甲处理好势。因为咧困的寒，真会伴随着呼吸的中止症。若带着这种的症头，真会伫咧困的时阵发生着心绞痛、心肌梗塞，或者是脑中风，严重者会困的全亡性。伫困的时会寒，毋但吵着边仔的人，更加有可能得着恐怖的困眠呼吸中止症。依照台湾困眠医学会研究，国内差不多2成人口460万人有去得着失眠、会寒，还是困眠呼吸障碍等等症头。较有发生伫40岁到60岁这个中年的族群。会寒的人往往有一半有困眠呼吸中止症，估计全台湾有10%的人口，差不多230万人，可能有这个困眠呼吸中止症。这款患者伫困的时，较有因为欠空气发生心脏问题，也是脑中风。若较严重的，有可能困甲袂精神，尤其是顶半身较肥的人是高风险群，体重每增加10公斤，困眠呼吸中止症就增加2倍发生率。还有因为长期啉酒也是食药啊。即使讲肌肉较无力，甚至是疾病等等问题才会寒。医生建议讲，会使困叹气，用呼吸辅助器等等，安尼就较袂去吵着人。